大家好，我係華強北阿俊，就快到聖誕啦。咁呢一輯咧，我都準備咗一啲新嘅產品，以及一啲新嘅優惠回饋俾支持咗我咁耐嘅咁多粉絲們。係咁，首先第一樣咧就係呢一隻掌機，其實佢係一部8寸嘅平板嚟嘅，一隻手掌就可以攞住佢，非常之細，但係佢嘅畫質效果咧都係非常之靚嘅。佢睇到啦，佢呢部機咧係非常之流暢嘅。呢部機佢嘅內存咧係12GB 加128內存，係非常之靚嘅。而且呢個屏幕咧係有2K 屏幕，非常之高清、非常之順滑嘅一部平板。呢一個係咩牌子咧？呢一個咧就係呢個牌子，中文名叫曲比魔方。呢個牌子咧喺深圳都係做咗20幾年嘅一個平板嚟嘅。佢哋喺平板呢一方面咧，足足做咗20幾年。佢哋喺平板上邊嘅造詣咧係非常之靚、非常之好嘅。呢間公司咧，佢都係主要做出口嘅，即係喺國際上面都有一定嘅知名度。佢哋公司嘅產品嘅質量咧都 OK 嘅。我測試過佢哋公司呢啲平板，每一隻我都覺得非常之靚。但我最中意咧都係呢一隻8.4寸，個 size 啱啱好，個畫質都非常之靚。係，而且咧呢一隻咧佢嘅攝像頭咧係有1200萬像素，非常之高清嘅。而且呢一隻咧佢仲係雙卡雙待嘅，即係你可以同時插2張 SIM 卡喺入邊，相當於係一部大手機咁樣咯。如果你平時本身都係中意屏幕大少少嘅手機嘅話，咁呢一隻插咗2張 SIM 卡都係相當於一部手機。你平時擺包包啊，擺大啲嘅褲帶，大啲嘅褲帶相信都擺得落嘅。呢一隻非常之靚。係相當於一部大手機咯，而且咧我哋仲會幫你裝嗰啲 Apps 啊，你譬如話出去旅行帶住呢部細細地，但係隨時想睇都睇得到嘅。係裝啲 Apps 可以睇戲啊，可以睇電影啊，睇劇集啊，呢啲都得嘅。咁我哋都同大家準備咗一個新嘅軟件，就係呢個可以睇書嘅軟件。有冇啲客戶同我一樣係非常中意睇小說嘅咧？夜晚黑翻到屋企啊，冇事嘅時候或者坐車嘅時候都中意攞部手機出嚟睇下小說嘅。咁呢一隻嘅用嚟睇小說咧，我覺得就比手機更加舒服啲，因為個芒較大啊嘛，較大得嚟，你又一隻手可以攞住佢咁樣睇，非常之好嘅呢一個。而且佢大咗屏幕咧，呢隻嘅話仲有一個護眼模式，就咁拉落嚟，呢度咧都有一個閱讀模式。入咗閱讀模式咗之後咧，你睇呢啲小說嘅時候就好似睇書本咁樣，係紙質嘅喎，紙質嘅感覺，對你嘅眼睛啊有好大嘅保護嘅，好舒服，即係一路睇都唔會話覺得眼睛酸咗啊、攰咗啊，都唔會嘅，非常之好嘅一個係。而且咧呢一隻我哋幫大家裝嘅呢個 Apps 咧係仲有繁體字嚟嘅，因為相信大家睇字一定都係睇翻繁體字啦。咁呢啲小説咧全部都係有繁體字嚟嘅，即係非常之適合大家嘅。而且呢一隻咧仲有好多嘅功能啊，譬如話之前嘅分屏啦，分屏就梗係有嘅。仲有呢個功能，譬如話你睇到咩有趣嘅嘢，你就可以伸隻手指咁樣就可以截圖落嚟。因為之前有一啲平板截圖係非常之麻煩嘅，呢一隻就非常之方便，所有嘅操作都非常之人性化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，呢間公司嘅出品都 OK， 都冇問題，都非常之靚嘅。咁好似呢部機入邊呢啲功能咧，譬如話電池，呢部電池咧都係可以續航到連續睇片，可以睇到5-6個鐘頭嘅。跟住咧，其他嘅好似人面解鎖啊，呢啲都係有嘅。螢幕嘅光度咧都可以自動調節嘅。咁呢一隻嘅 size 咧，佢係8.4寸嘅。咁大家可以睇到一隻手掌就可以攞住，跟住咧佢呢個邊框係非常之薄嘅一個，而且整機咧都係一個金屬質感嚟嘅，即係整體嘅手感非常之好嘅。而且佢嘅屏幕咧係一個超窄嘅黑邊框，即係呢個黑邊咧非常之窄嘅，唔比話其他嘅呢條黑邊係非常之大㗎嘛。呢條黑邊咧佢係非常之窄嘅，非常之靚嘅一個屏幕。呢個屏幕嘅 size 都非常之靚嘅，畫質效果啊，大家都可以睇到非常之靚嘅。咁呢一隻平板咧，我哋就係賣呢個價位780蚊。咁原廠咧就淨係跟咗充電器，咁我哋咧就另外又送多一個保護套啦。
同埋因為聖誕活動，我哋而家就只要買呢部機，有額外再送多一個藍牙耳機，咁你平時邊聽歌邊睇小説都非常之舒服，非常之開心嘅。呢個活動咧只係我哋鋪頭先有送喎。大家覺得呢隻平板中意嘅啱嘅話，都可以過嚟鋪頭試一下睇一下。咁跟住落嚟出場嘅就係我哋兩個老朋友啦，聯想嘅12.7吋、12.1吋呢兩隻咧，就喺我之前嘅視頻咧都有介紹過嘅。咁介紹完之後咧，都好多顧客朋友非常之中意，賣到非常之好嘅。譬如話呢一隻12.1吋咧，我都簡單介紹一下啦。譬如話呢隻12.1吋嘅，我哋係賣1280。咁好多顧客都講，哇！你呢一隻應該早啲攞出嚟啦，因為之前華強北嗰一啲華強北嘅牌子12吋嘅都要賣到千幾蚊，有啲鋪頭甚至要賣到1300蚊咁貴。咁呢一隻聯想咁大牌子，世界出貨量排前幾嘅呢一隻咁大嘅國際大牌子，都淨係要1280，而且呢佢嘅畫質係比華強北嗰啲平板咧，仲要再好，仲要再靚，簡直係冇得輸嘅呢一隻平板，先至賣到1280蚊。佢嘅內存咧都係比華強北嗰啲平板要大嘅，因為佢哋有8GB RAM 加128內存，所以咧佢嘅整體嘅運行啦就非常之流暢，非常之快嘅。係咁，仲有呢一隻12.7吋嘅聯想，佢咧係目前據我所知啦，全華強北唯一一隻支持思考轉 HDMI 嘅平板嚟嘅，即係你當然每一部都可以用到無線投屏，但係思考轉 HDMI 去電視機嘅咧，就只有呢一部唯一嘅一部先至支持嘅。咁你用思考直接轉咧，佢嘅清晰度咧係唔會降低嘅，佢嘅清晰度同原片源一樣，都係非常之清晰嘅。如果用有線投屏嘅話啦，係呢隻嘅話，我哋係賣1650蚊，都係非常之靚嘅。如果想揾啲質素更高嘅，可以接受到呢個價位嘅，咁呢一隻當然仲會比呢一隻再靚啲啦。包括佢嘅屏幕 size 啦、屏幕嘅流暢度啦、芯片嘅流暢度都會比12吋再靚少少嘅。咁而家為咗聖誕活動咧，我哋呢兩隻喺原有嘅基礎上邊都有再加送其他禮物嘅。譬如話呢隻12.1吋咧，都有好多顧客朋友話想揾多套鍵盤啊，因為呢一隻平板咧佢係有電腦模式嘅，我立即進入電腦模式，好似一部平板，好似一部 notebook 咁樣，一部電腦咁樣。咁如果用呢部用嚟辦公啊，做嗰啲文書軟件啊，咁就非常之需要一套鍵盤鼠標嘅。所以而家聖誕活動，我哋只要買呢隻12.1吋嘅，都有送一套咁樣嘅藍牙鼠標。呢一隻唔係普通嗰啲平嘅藍牙鼠標，呢隻嘅質感非常之靚嘅，而且佢可以咁樣摺疊收納嘅，即係你擺喺包包啊、擺喺背囊都非常之方便，咁薄，仲可以摺疊嘅一套咁樣送俾大家。咁包括之前送嘅呢啲非常之靚嘅手寫筆都依然仲有送嘅。咁呢一隻12.7吋咧，我哋就送呢一條可以轉去電視機嘅思考轉 HDMI 嘅轉接線，呢一條咧都係非常之靚嘅。咁好似而家送嘅呢啲產品咧，都係淨係我哋一個先至有送嘅喎。如果大家咁啱又想買平板，又想買齊咁多配件嘅，唔使再另外買配件啦，嚟我哋呢度一齊都有送俾大家嘅。咁跟住落嚟介紹嘅第三樣產品咧，就係呢一隻非常之搶眼嘅愛馬仕橙嘅一個吸塵機。呢一個咧嘅size非常之大，咁佢嘅吸力咧都同樣係非常之大嘅。咁隨便吸一部，大家頭先都可以睇到啦，佢嘅吸力係非常之大嘅。一部平板、一部 pad 隨便就可以吸起身㗎。咁佢呢度咧仲有一個金屬濾網嚟嘅入邊，擰開佢，入邊仲有一個金屬嘅濾網。咁呢啲咧就唔比之前嗰啲紙嘅，呢個可以隨便水洗嘅，而且咧比嗰啲紙嘅仲有一個咩好處咧？因為嗰啲紙嘅係有一條一條嘅，咁你吸咗啲垃圾咧，吸咗啲灰塵咧，佢都係黐住喺入邊，你需要經常清理嘅。咁呢啲平面嘅就唔使啦，你用條紙巾抹一下就 OK 啦。
咁吸完啲垃圾咧，係咪每次都係咁樣擰開嘅咧？其實唔係嘅，佢呢度撳一下，你吸完啲垃圾咧，咁樣直接倒出嚟就 OK 嘅，非常之方便。呢隻咧仲有配埋咁多個配件，咁吸啲窿窿罅罅位啊，或者邊掃邊吸啊都都 OK 嘅，或者可以擺喺後邊，可以吹啲風，即係吹啲吸唔到嘅地方，將佢吹出嚟。仲有配埋呢條軟管，係加長管嘅。但係上次咧，煙紅姐咧，佢嚟我鋪頭拍攝嘅時候，佢都有提咗我一下。佢話呢一條軟管咁，人哋要吸地嘅時候，咁咪就要成日烏低腰咯。所以我哋都有再另外送多呢一套吸地機嘅配件，組裝埋喺一齊咧，係有1米幾嘅一個長度嚟㗎。咁你用嚟吸地啦，就非常之方便嘅，行到邊度就係吸到邊度，非常之方便。呢一套配件咧，都係淨係得我哋鋪頭有送。如果你買呢套吸塵機，除咗吸下啲車，仲想吸埋當佢係吸地機嘅話，咁就一定要嚟我哋鋪頭買啦，因為只有我哋鋪頭有送呢一套配件㗎。咁呢一套咧，我哋就係賣150蚊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就係今日嘅第4樣新產品啦。呢一隻咧，黑黑地係咩啊？呢一隻係一個手機嘅同屏器嚟㗎，自拍神器。咁因為之前都有出過其他嘅自拍神器，但係嗰啲嘅 size 咧會比較大啲，比較厚身啲。呢一隻咧佢係非常之薄嘅，可以直接咁樣吸喺你嘅手機背後，跟住咧將你手機嘅螢幕同屏到呢度。點解要咁樣同屏咧？因為我哋呢個後置嘅相機咧係比前置相機咧清晰非常之多嘅。咁你想自拍嘅時候，當然係用呢個後置鏡頭嚟影相係更加之靚嘅啦，所以就有呢啲咁樣嘅投屏神器。呢一隻係點樣操作咧？我示範一次俾大家睇。因為之前嗰啲投屏神器咧，佢係都係通過 WiFi 去同屏嘅。呢一隻咧就唔使，佢係直接咁樣插喺你嘅手機上邊，跟住呢度打開個開關，有冇睇到？插上去，打開個開關就直接可以睇到呢個畫面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你用嚟自拍咧就非常之靚嘅。譬如話而家咁樣，你用呢個後置鏡頭影相嘅時候，你呢個同屏器上面都可以睇到㗎。咁呢度仲可以校光度啦，唔同嘅光度都可以校。呢度仲有粒掣咧，你連咗個藍牙之後，撳住呢度就可以影相，或者咧佢都有配埋呢個遠程嘅一個藍牙遙控，即係你可以配多個支架擺喺呢度，咁呢度撳一下就 OK 啦。呢一隻咧係非常之方便，直接插線就可以。佢除咗 C 對 C 啦，仲有配埋呢一個 C 轉拉挺嘅，即係好似我呢啲14以下呢啲手機咧，都係一樣直接咁樣插上就可以用嘅。但係如果係安卓手機咧，我就試過安卓手機係需要另外下載多一個 Apps 先至可以用到嘅。但係下載咗 Apps 之後咧，都係同樣插線上去即刻就可以用到嘅，都係非常之方便㗎。咁呢一隻咁方便咁靚嘅一個投屏器賣幾錢咧？我哋係賣180蚊。咁講到明係聖誕特輯啦。咁呢一個自拍神器同屏器又有送啲咩咧？我哋係送自拍支架、神棍啊呢啲。咁可以睇到啦。咁送埋呢啲神棍俾你，你咁樣出去旅行嘅時候，自己一個人睇住呢個屏幕，咁樣都可以直接影㗎。耶！非常之好玩㗎呢一個，180蚊。聖誕節先有送呢個支架㗎喎，同呢條視頻出咗到聖誕嘅第2日呢段時間過嚟買先至有送呢一個支架，而且都係嗰句啦，只有嚟我鋪頭買先至會有送呢個支架啦。咁非常期待大家嘅光臨啦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咁台面呢幾隻咧就係我哋今日要介紹嘅第5樣產品啦。咁佢係咩嚟嘅？呢度有寫㗎，口袋沖牙器。咁細一個，你譬如話去出差去旅行都可以帶住佢，非常之方便。呢個沖牙器咧就係方便一啲，你唔想去用牙籤牙線去挑嗰個牙，就可以用呢啲水牙線，食完飯咁樣沖一下就可以沖得乾淨。呢個嘅沖力係非常之大嘅，冇睇佢咁細啊，但係佢嘅沖力非常之大，就可以擺喺你嘅包包啊，擺喺背囊入邊可以收納起。而且佢嘅吸力嘅沖力非常之大，俾每一個中意保護牙齒嘅人咧，佢都可以試下
即係食完嘢就用呢個嚟沖喺一個牙，沖得非常之乾淨㗎。而且呢隻就充滿咗水嘅狀態，呢啲水咧係你沖一次牙都夠用嘅。咁我而家試下佢嘅沖力啦，咁長撳呢度就開機。佢總共係有4檔沖力嘅，大家頭先可以睇到啦。呢張紙好輕鬆就可以沖破佢嘅。咁對面咧，佢嘅射力都係非常之強勁嘅。當然咧，佢係有3檔力度可以校，1檔到3檔都可以校。中意細力啲嘅咧，你就可以調細力啲；中意強力乾淨嘅，你就可以調到第3檔。咁而家試完佢嘅沖力啦，大家都可以睇到啦，沖力係非常之大嘅。呢一隻咧，我哋係買呢個價位150蚊。咁佢原身入邊跟咧就係跟兩個噴頭嘅。咁而家因為聖誕特輯啦，我哋係有額外送多2個，咁每一個用半年咁計啦。你買呢一套，我哋再送多呢2個，可以用到2年啦。2年時間內，你都唔使擔心話，呢間公司唔做啦，冇配件可以換啦，都唔使擔心呢個問題，直接用2年都冇問題嘅。咁今日嘅視頻就到呢度啦，非常之感謝大家嘅支持。咁如果大家有中意啲咩產品咧，都可以隨時添加我嘅微信，同我哋諮詢購買嘅。包括一啲我未嚟得切拍視頻嘅產品，如果大家睇到其他人嘅 YouTube， 睇到其他人嘅視頻有中意嘅產品，都可以嚟揾我，我會盡力俾到一個最優惠、最實際嘅價錢俾到大家。多謝大家支持，拜拜。我哋喺華強北地鐵站出嚟，行到 E 出口，跟住可以見到一個 E2同埋一個 E1。E1 上去嘅話就全部都係要爬樓梯嘅，所以我哋要喺 E2坐自動扶手電梯上嚟，順住扶手電梯直行，跟住轉左繼續直行，就見到第2個扶手電梯。都係直行，可以見到 E2出口。喺呢度見到 E2出口，我哋右手邊可以見到中國移動，繼續直行就可以見到賽格經濟大廈。好，到咗賽格經濟大廈啦。喺賽格經濟大廈右手邊直行，唔係門口嘅。直行第9間鋪，可以見到上面嘅鋪位有寫住 A07號鋪就到啦。